文化聯會評議會於4月5日晚上召開第二次緊急會議，評議會主席葉俊賢表示已裁定上次對前會長黃柏榮嘅不信任動議無效。新任文化聯會外務副主席鄺惠庭、外務秘書陳善宜以及活動秘書古藹賢多次發言支持主席決定，堅持須於評議會緊急會議才能通過不信任動議，而並非上次通過議案嘅常規評議會會議。最後，去屆評議會代表黃家韶動議，評議員可在任何評議會會議上向幹事會成員、評議會主席及榮譽秘書提出不信任動議。第三號議案 The motion that to interpret Constitution of Cultural Association HKUSU Section 3 Article 12 tha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any member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Cultural Council Chairperson and Honorary Secretary could be moved at any council meeting。議案獲簡單大多數贊成通過，其中文化聯會幹事會除會長及內務副會長之外，一致投下反對票。換言之，上次會議通過對黃柏榮嘅不信任動議依然有效。校園電視記者莫家希報導。